邀請你揾一個舒適嘅姿勢安定落嚟。合適嘅話，請合埋雙眼，慢慢深呼吸3次。好，而家開始。第一下吸氣，然後呼氣。第二下吸氣，然後呼氣。第三下吸氣，然後呼氣。而家請你回復原本嘅呼吸，好自然咁呼吸。呼吸嘅時候唔需要快，亦唔需要慢，就好似平時一樣咁呼吸，好自然，好舒服。而家喺腦海度溫柔咁樣同自己講：我喺一個安全同埋安靜嘅地方，我完全平靜同放鬆。將注意力集中喺你嘅手臂上面，溫柔咁樣對自己重複：我嘅膊頭好重，我嘅膊頭好重，我嘅膊頭好重。我完全平靜，溫柔咁樣對自己重複：我嘅膊頭好和暖，我嘅膊頭好和暖，我嘅膊頭好和暖。我完全平靜。而家將注意力集中喺你嘅雙腳上面，然後溫柔咁樣對自己重複：我嘅雙腳好重，我嘅雙腳好重，我嘅雙腳好重。我完全平靜。再溫柔咁樣對自己重複：我嘅雙腳好和暖，我嘅雙腳好和暖，我嘅雙腳好和暖。我完全平靜。溫柔咁樣對自己重複：我嘅心跳緩慢而有規律，我嘅心跳緩慢而有規律，我嘅心跳緩慢而有規律。我完全平靜。溫柔咁樣對自己重複：我嘅呼吸平靜而有規律，
我嘅呼吸平靜而有規律。我嘅呼吸平靜而有規律。我完全平靜。再溫柔咁樣對自己重複。我嘅腹部溫暖同埋舒服。我嘅腹部溫暖同埋舒服。我嘅腹部溫暖同埋舒服。我完全平靜。溫柔咁樣對自己重複。我嘅額頭清涼而放鬆。我嘅額頭清涼而放鬆。我嘅額頭清涼而放鬆。我完全平靜。
謝謝。